火車慢分的原因攏是真多，但是來看這個原因，你可能第一遍聽到，這台鐵啊，一個服務4年的列車長，伊佇咧花蓮站咧上班，但是感覺伊這個骹目啊哪會痛？一看驚死，竟然有一隻20公分，差不多這麼長的牙工咧咬伊的骹目啊，當場骹目就腫起來，趕緊的請人叫救護車，但是嘛是因為安尼，這台車線總慢10幾分鐘，所以台鐵即馬不但來補償這個車的慢分，而且嘛要注意啊來消毒，防止這牙工佮爛趖啊。救護車一路衝到火車頭的大門，遠遠就看到工作人員着急甲徛佇車路頂，一直咧協手引導救護車。本地掠準是身體受傷，想袂到竟然是列車長。列車瓦站短短幾分鐘，列車長甲站務員做伙巡邏，確保列車會當準時起行。要過台鐵花蓮站只屬一班次的列車，自花蓮出發要駛對樹林。本地第3暝8點16發車，列車長第3月台北平第一車，雄雄看到一隻20公分重的大隻牙工，而且骹目互夾一個疼甲，隨叫救護車送病院治療。列車轉前13分鐘。車長在列車監視時，發現腳被蜈蚣爬過，還有紅腫的情況。清潔消毒之後，送慈濟醫院就診。因為夏季屬於蜈蚣好發期，我們會請清潔公司加強清消的工作。當年5月到8月，牙工的活動力增強，個人刷了過來剛好，因管是會秘佇黑暗的所在，若去互夾到，都會腫起來，甚至痛丟丟，都愛緊送病院。有出血的狀況，先不要破壞傷口，然後以先止血包紮為主，然後再辨認是何種昆蟲或是蛇類咬傷，那並把傷口清潔乾淨之後，再盡速就醫。無論是月台也是列車，攏有可能會有牙工。不少乘客聽到列車長互夾到，也會煩惱。台鐵目前已經加強清理甲消毒，確保安全。